你有冇諗過下一次飛機失事唔係技術故障，而係因為某種無法解釋嘅現象？UFO 唔只係電影玩意。今日我哋要睇嘅係法國 COMETA 委員會一份3年深度研究嘅報告。我係你嘅節目主持，今日會帶你由國防高層、航太專家到社會影響，全方位拆解 UAP 不明航天現象同國防到底有咩關係？你可能會問：UFO 真係威脅定純粹幻想？我會用磁流體力學同電磁干擾，用煲水同吹風機嘅例子，話你知點解軍方唔敢輕視。今日節目分3大部分：一、現象與案例；二、科學同技術解釋；三、國防、社會同政策應變。唔好錯過，因為下半段我會揭露美國如何收埋 UFO 資料，完全顛覆你對國際政治嘅認知。Ready？ 即刻開始，帶你進入一個科學同軍事都無法完全解釋嘅宇宙謎題。究竟法國點解要搞 COMETA 咁大型委員會？背景係1970年代 IHATN 開始關注 UFO 現象，成立 GEPAN， 後來變成 SEPA， 專責搜集同調查 UAP 事件。主持人你可能諗，咁多機構係咪真係有咁嚴重？睇真啲，參與者唔止軍方高層、空軍將領，仲有國家太空研究中心、科學家、警察同工程師。3年內 COMETA 用科學、軍事、航太、社會學專業剖析數百宗 UFO 案例，保證資料嚴謹。其實成立委員會背後係法國軍事同政治層面覺得 UFO 唔可以再當作都市傳說，要認真對待。你可能會問，咁大陣仗會唔會係政府自我保護？事實係，法國係全球少數將 UFO 正式列入國防議題嘅國家，唔同其他國家遮遮掩掩，乜都係目擊者吹水，唔係。軍民飛行員、空管員、地面目擊者都提供證詞，配合雷達、影像錄製、環境調查。例如1994年 Air France 航班雷達目擊，1976年伊朗 F4 戰機攔截 UFO 時電子系統失效。多國雷達同目擊者報告吻合，唔係單一虛構。你可能問，雷達都會出錯，但係多重獨立追蹤，配合電磁異常同物理痕跡，難以用自然現象解釋。技術上，雷達即係三維定位，好似 GPS 咁精準配合被動偵測，而目擊者提供即時視覺證據，兩者互補。呢啲案例成為軍事同科學界研究 UFO 現象嘅黃金證據。到底係咪人類科技未達，定係外來力量？唔止法國、英、美、俄、伊、阿根廷都出現過重大飛行案例，例如1956年英國 Lakenheath 軍用雷達追蹤高速移動物體，速度遠超當時戰機；美國1957年 YB-47電子偵測機多機雷達同時確認 UFO 行蹤，甚至出現自動駕駛類似表現。伊朗1976年 F4 戰機攔截時，電子系統突然失效 ，UFO 發出強烈輝光變形，令飛行員幾乎失控。阿根廷1995年 San Carlos de Bariloche 事件，地面同空中多方同時目擊，伴隨電磁異常。每個國家都有多重證據，形成國際跨國證據鏈。你會問，係咪隱約透露 UFO 現象同全球安全息息相關？COMETA 報告話絕對係，唔係飛過就算。有啲 UFO 事件係地面近距離目擊。1954年 Antananarivo 大型綠球體低空掠過，動物出現強烈恐慌。1967年 Cusack 小型黑色人形生物同明亮球體出現，環境留有硫磺味同植物異變。1981年 Transcend Province 疑似 UFO 登陸，留下輻射壓痕。1982年 Nancy Amaranth 球體懸浮，植物葉尖乾枯，出現特殊電氣破壞，物理痕跡係生態異變同電磁效應，等於你屋企突然停電，然後花草變黃，明顯唔係一般現象。呢啲近距離事件令研究者聚焦 UFO 唔只係飛過，可能對地面有直接影響。你咁話係自然現象？COMETA 報告將 UFO 案例分4類。A 係自然或人造現象，佔85%。B 係可能識別但證據不足，佔10%。C 係資料不足，佔3到4%。
D 即 UAPD， 資料充分但無法解釋，佔4到5%。UAPD 特別包括近距離目擊、空中同地面物體，伴隨不可解釋電磁效應同異常機動。你可能問，咁少係無法解釋，值得咁大陣仗？但係4到5%，只要一宗就足以顛覆現代科技。統計係科學抽樣，好似你炒股票只睇1%異常波動，已經足夠影響全盤部署。UAPD 顯示，軍方唔敢掉以輕心，因為任何未知威脅都可能成為國家安全黑天鵝事件。UFO 無音爆、超高速，點解？科學家推測係磁流體力學 MHD 推進技術，用電流同磁場產生推力，好似煲水時電磁爐令水沸騰，但 UFO 係令空氣推動。電磁效應亦解釋到飛機引擎熄火。UFO 發射微波令高壓電路短路，現代飛機電子系統更容易受影響。你諗技術未來可實現？事實上 ，MHD 理論已經有初步實驗。未來數十年可能應用於飛船同潛艇。技術假說就係將非致命微波武器同星際旅行推進合併，解釋 UFO 癱瘓身體同跨星際移動。呢啲理論令軍事專家警惕 UFO 唔係純粹幻想，背後可能係超前科技。UFO 唔只係天文現象，飛行員同空管成日面對。Cometa 報告強調，航空安全需整備 UFO 觀測同應變訓練。軍方已設有 GAPN、SAPRA 負責 UFO 報告收集同調查。全球多國亦有類似機構保障飛行安全。傳統雷達同光學偵測唔足夠，因為 UFO 隱匿性強，需開發新一代多維監控系統，好似防火牆加密，時刻監控未知入侵。你可能問飛行員如何反應？其實已經有專業培訓，避免恐慌同誤判，確保報告真實。國防安全唔止防禦，仲要預警同資料共享，減少黑箱事件，對航空安全造成威脅。你會唔會諗 UFO 係國防問題？點解要國際合作？法國報告建議設立最高層級單位，跨國協作同情資交流，推動歐盟施壓美國公開資料。美國自羅斯威爾事件後建立龐大保密同反制機制，飛行員有沉默壓力，公眾資訊遮蔽。政治層面 ，UFO 成為國際安全同科技競爭新戰場。你諗咁多秘密係咪為咗技術壟斷？資訊解密涉及聯邦資訊自由法 FOIA 同 JANAB 146，好似打開一個密碼箱，部分資料逐步揭露。Cometa 建議國防策略唔單要防範，仲要公開透明，建立全球合作網絡應對未知威脅。唔少人覺得 UFO 係宗教問題，其實社會、文化同心理層面影響更深。Cometa 報告指出，外星接觸可能引發宗教信仰改變、群眾恐慌，甚至新興教派。你諗大家會點反應？有人會崇拜 UFO， 有人會恐懼。社會價值觀同政治形態都可能出現動盪。心理上，未知現象容易令群眾產生焦慮，好似金融市場突發事件，短時間內波動巨大。宗教同文化挑戰令政府必須提前預防，設立公眾教育同心理支援。Cometa 提醒 UFO 唔只係科學問題，仲係社會治理重要議題。你有冇發現媒體好多時將 UFO 當作娛樂，科學界又怕名譽風險，唔敢深入研究。法國機盤 SAPRA 嘗試培訓新聞工作者，推廣科學態度，同時推動跨界溝通。資訊流動障礙係科學傳播同公眾認知斷層，等於你用 4K 電視睇模糊畫面，資訊永遠唔完整。你諗點解科學界避開？其實係怕資金同聲譽受損。報告建議建立理性平台，打破迷思同娛樂化，只有跨界合作，才能將 UFO 現象帶入科學討論同政策制定。法國建議擴充 SAPRA 人力同國際影響力，設立國家最高層級專案機構，負責跨國協作同資料分析，推動歐盟同美國洽商合作，建立空中與太空監控系統，持續偵查同威脅評估，同時研發航太先進推進科技，監控全球機密技術發展。
結合航空安全同公衛方案。你可能問，咁大規模係咪誇張？但係面對未知威脅，提前部署等於保險。未來趨勢，國防同科技、社會多面向結合，打造全方位應對 UFO 挑戰嘅體系。美國 NACAP 係專門收集 UAP 與航空安全相關事件嘅非官方組織，已經編輯超過3400起 UAP 資料。機組員同航空官員目擊 UAP， 要求系統回報同機密維護，強調 UAP 對航空安全嘅潛在風險。你諗咁多事件係咪航空業最大挑戰？其實 UAP 已經成為國際航空安全熱門研究議題。NACAP 強調，事件管理同科學證據調查好似醫療系統咁，先有數據後有應對方案。美國同全球航空業逐步建立回報機制，確保未知現象唔會危及飛行安全。2001年西伯利亞機場因 UFO 停擺1.5小時。機組人員目擊發光 UFO 拒絕起飛，另一班機改降他處。美國阿拉斯加、日本航空747等多起航空近失事件均與 UAP 有關。航空業面對未知現象，已經建立緊急管理機制。美國同國際社會呼籲公開調查 UFO 議題，要求國會與軍方解密資料。你可能問，公開資料就能解決？其實解密只係第一步。之後仲要建立跨國合作同科學監控，社會反應由恐慌到興趣，各國政府逐步正視 UFO 現象對國家安全同航空業嘅影響。今日節目帶你由法國 COMITA 報告出發，深入分析 UFO 現象與國防安全三大啟示。第一， UFO 現象具有物理基礎，4到5%案例超越現代科技解釋。第二，國防策略需要國際合作，資訊解密同透明度係關鍵。第三，社會、宗教、心理挑戰巨大，預防恐慌同教育必須同步。你可能問，我哋應該點做？一個具體行動，推動科學教育同航空安全培訓，建立跨界資料共享平台，令未知不再成為恐慌來源。下集我會帶你深入探討美國軍方保密機制同全球科技競爭，揭示更多 UFO 與國防密碼。你諗下一步係咪就等外星人降臨？其實未來已經開始，科學同政策如何領先一步，決定你哋安危。記得訂閱節目，下次再見，帶你解鎖更多宇宙謎團。